大家好，我係 Eunice， 今次提供第4場1號堅有力，寬頓主理，同情一貫在手，狀態頂尖，135磅負擔可控，泥地1800米穩定，冠軍底蘊濃。5號精算特殊，輕負126磅，曾奪同情冠軍，狀態回升，6歲馬潛力待釋。步速配合界。9號超眼光，120磅輕磅，近季評分攀升，同情第2表現亮眼，5歲馬上升勢頭猛。2號勁盡光輝，見習減磅，狀態高漲，轉泥地漸入街景，6歲馬衝勁足。3號奮鬥心，131磅負擔適中。谷草短途經驗豐，轉1800米望突破。